那个享受时间，时间到了500年、1000年、10000年到了，一样又落入轮回，所以一样就是无常。又则天人啊，着乐不肯修行，报尽呢，皆堕入三恶道之中受苦。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劝世间的人啊，就是修十善，就是不要作恶，先累积这个善因，然后呢，只要你进入修道，他不鼓励你到天道去，就鼓励脱离这个苦海。故知这个诸天呢，乐吃天伦，得生人道，因为要成就成道成佛，要从人道。那么既得人身可四圣。那么三圣的圣人皆从人身修正。